月11节的感动时刻推出客家一条街的概念。今天的镜头继续带您拜访苗栗公馆，在这里盛产红枣，当然走进了餐厅，红枣入菜是一定要的。红枣鸡、红枣芋头糕，淡淡的红枣香，健康又养生。除此之外，品尝美味之余，别急着离开，往深山走，在这里的民宿可以让您体验客家风情。每年暑假是红枣的盛产期，公馆当地的餐厅总是高朋满座，就是为了品尝红枣餐。泡过红枣酒的土鸡肉散发淡淡香气，加点红枣酱更添风味。厨房另一头，厨师拿出蒸好的芋头糕，另一位负责炒料，铺在芋头糕上面，色彩鲜艳，香味四溢，令人垂涎三尺。红枣入菜，让很多游客闻香而来。像10年前，红枣干在全台湾来说，很少人知道。刚好是农会也有这种推广，然后我们这边餐厅的话，就想说，把红枣入菜，就是可以吸引外乡镇的顾客来这边。下午茶也有红枣入味哦。冰块、蜜枣汁和果肉一起搅碎，绵密的红枣冰沙消暑畅快。红枣冰沙好嘞。业者别出心裁，红枣包麻薯，这一碗冰品取名为心太软，创意巧思还有这一道呢。也是红枣干里面加花枝，用麻薯包红枣，裹上了红枣粉，取名甜在心。搭配一杯红枣咖啡，热水一冲，杯子的图案变成红色，代表红枣红了，好运福气也来了。按照像逢做节日就办法通，冇办法通咩供养咩来当到，我哋人客，比以前加2-3批派油哦。虽然看无限，不过大家做得当欢喜。往山上走，群山环绕，坐拥树林间。虫鸣鸟叫回荡在耳边，惬意享用早餐。举凡沙拉、馒头或茶饮，都是以红枣为主角。养生餐揭开美好早晨的序幕。来到公馆，别急着走，住在民宿，细细体会苗栗客家庄的好客风情。甜甜红枣，软软麻薯，激荡枣香的好滋味。凉凉冰沙，浓浓咖啡，碰撞红枣的新尝鲜。民宿的驻足在枣香的早晨，体验感动时刻。